全部都叫馆藏。馆舍当然图书馆要有一个建筑物这叫馆舍。虽然现在已经走向电子化，也有一些学者说以后图书馆会变成一个无偿的图书馆，或者无纸的图书馆，或者叫做虚拟图书馆。不过我觉得啦，那个只是一部分而已。即使在未来很多年后，图书馆还是有这个建筑物在，所以还是会有馆舍，至少学校的图书馆一定会有，不可能完全在网络上这样流来流去而已。因为图书馆不是只有在传递资讯而已，图书馆还有其他的功能。我讲的不只是公共图书馆那种看报纸、看杂志的地方而已，即使在大学这种学术殿堂，还是有相当多的读者有需要的人走到图书馆翻翻书、翻翻期刊，不是只要是然后这个报纸姑且写出问题，就是翻翻那些专业性的期刊，也还是有必要。有时候你的灵感就会从那边来，就从你这样翻翻这个动作里面，你的研究灵感，或者你一直在思索某一个问题无法解答，可是就在你这样子浏览书刊的过程里面，说不定就飘进来了。看到有一个学者，一个很有名的国外的学者，他说这个学校的餐厅的那个桌巾布应该是要做那个白色素面的做为白色的，而且是可以写上去的。这什么意思？因为他说学校餐里面经常有那些学者、老师、教授甚至研究生在那用餐，就是在用餐的那一刻，突然一个极光片语，就是那个灵光一闪就进来了，然后一闪进来，赶快要写下来一时又没带纸，怎么办？也没有带 notebook， 就是写在那个桌巾布上面，说不定那就是人的一个宝贵知识的起源。有道理啊，他讲的这个道理并不夸张，尤其是在学术殿堂，我相信你们也是啊。只要知识分子，你经常就会有时候奇怪，就是即使在看电视或者在洗澡、在吃饭，突然一个 idea 就进来了。如果那时候你没有赶快写下来，可能5分钟后或者隔天睡一觉起来又忘了。我不是说大家年纪大了，但是呢，这个经常发生的，至少我是经常发生的，所以经常要带一支笔或带一个小纸本，带一张纸也好，有什么赶快写下来，说不定这个有些是可以申请专利的，不一定。有时候在那个上洗手间的时候，在的时候，也就想到什么，赶快写下来，因为否则可能人类一个伟大的发明，或者一个重要的专利，就一笔财富就从你眼前飘过去，然后一辈子就想不起来了，很可惜。所以呢，馆舍是有必要的。当然了，因为那个期刊越来越贵，书也越来越贵，然后空间越来越不够，所以这个的确是个问题的。馆员当然也要再怎么样也要有专业性的馆员在里面服务。技术是指什么技术？就是馆员的各种技术，包括传统的图书馆的分类编目、采访、剪辑等等，还有什么？还有服务读者，包括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对谈、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跟技术，还有包括现在的 IT 资料库，还有资讯检索的技术，这些凡此种种，全部都叫技术。很难说有几样的但至少我刚刚念的就是可能10几样跑不掉。设备当然更要有不仅是书架，包括一些资讯化的设备，甚至于沙发，要选什么样的沙发，这些都很考究。你不要想说只要有的坐就可以了，坐起来都不舒服，也会影响读者的思考。然后那个灯光色泽，还有你的书库的动线，乱七
七八糟，或者你个人很主观说啊，那排整齐就好了。问题是读者他不是这样找资料的，所以动线很混乱，造成他找资料可能10个读者里面有5个就打退堂鼓了啊，算了，没有这份资料也就算了。所以你间接也危害到人类知识的产生。最后一个当然要有读者，如果图书馆没有读者，那就不叫图书馆。这个是传统上的分类也不是我发明的，这是我收集的就是一般公认的。右边就是另外一个观点，是现代的观点，就是资讯人员、资讯设备跟资讯需求，基本上跟刚刚传统的是可以互相对照的。资讯是什么就是我解释过了，人员这边管员，设备，那技术其实就是包含在人员里面，资讯需求就是读者，所以这只是说辞不同的其实有一点换汤不换药。好，这是图书馆组成的要素。那这边呢，花点小时间来解释一个很有名的印度的学者叫老冈纳桑。这个人他在很多年前提出来的一个金科玉律，图书馆有5个法则，就是一定要遵循去做到的。就是他用英文写的这5句，各位都可以看得懂，每个单词都很简单。你说老师很奇怪，像第2句没有主词没有动词 ，Every book is reader， 对不对？没有动词，没有文法，它是不是英文的它？不是其实不是，因为这地方怎么样，就好像那报纸的标题一样，报纸的标题有时候也是没有动词，它这等于是一个标题它不是一句话，它只是把那个重点 keyword 写出来让你印象深刻，而且比较好记。什么叫做第一条书是为人使用的其实我尽量不要用中文还是英文的原因你会比较直接清楚。为什么要写这个？你说不是废话吗？书版就是要用的不然出版这本书做什么？其实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你图书馆收集的书，你不要嫌他说这本书可能没用，也就是说你要尽可能收集所有的书，尽可能当然做不到，即使哈佛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也做不到。光人类每一天，全世界人类每一天出版的书，在好几年前我就看到一个数字是2万多，每一天出版2万多本书，全世界现在可能更增加了也不一定。那你就算再有钱的图书馆，你也买不了这么多，何况那只是书还不包括其他的资料。那个法国巴黎有一所新的图书馆叫做密特朗图书馆，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过，我也还没去过。如果观光行程可能不会排这个没有观光团会带你去看图书馆。但是如果你自助旅行的话你对图书馆有兴趣的话，你不妨去参观。据说那个是4大建筑物，每一大建筑物都是 L 型，像一本翻开的书一样，然后有4座这样子的大型建筑物。大概是目前全世界排名前几名的大型图书馆，而且又新。我上次看那个报纸报道说，即使这么大，而且是法国很重视的，他们那时候的总统叫密特朗，他自称他多年的政绩里面排名第一，他最引以为傲的政绩就是盖这所图书馆。他已经去世了以他的名字来命名。那即使这所图书馆规模这么庞大，他都没办法收集全世界所有的报纸。光讲报纸这一项，每天报纸，光他每天收集的报纸，全世界各国主要的报纸收集起来，就不晓得排多少
多少公尺啊？我有点忘记了，200多公尺。就是一份报纸这样排在地上的话，可以排200多公尺。很多份就对了。每一天的量就排这么远。可能我们的《中国时报》跟《联合报》可能有被收集到。即使它都没办法把全世界所有报纸收集，那何况是书啊？书就更不用讲。那因此呢，我们在收集上实在是没办法做到，但是你还是要尽可能去收集。你不要先入为主，或者很主观判断说，这个读者借购这一本书可能是好玩的吧，好，或者说那个谁叫我那个馆长叫我买这本书，或者我们书商推荐我们买这批书，我觉得这一本好像没什么用。其实每一本书都是有用的，然后天生我材必有用。你是看过报纸报道说，去年还是前年，美国有一个作家出版一本书，那本书很特别，那本书打开来没有一个字，无字天书。可是它卖的还挺贵的，好像是10几块钱哦，算上台币好像也要300多还是500多，反正要钱的嘞，而且不是普通那种笔记本的那种价钱，它里面没有一个字。然后那个记者访问说：“你为什么要出这本书？”他好像就是因为年纪大了，有点忘记。他好像是说，他就是要让人类，就是读者反省，说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回到原点，都是最单纯，还是最原始就是这一面单纯的空白。所以你夫妻之间的吵架，朋友之间的争执，其实很无谓的，到最后还是回归到这里。它有一个启示性就对了。那本书在书店要卖20几块美金呢，我不晓得卖几本出去了。那它也是一本书，有 ISBN， 有出版的编号。好，这是我关于第一点的理解哈。如果你有不同的解释哈，欢迎提出来。好，我讲的不一定对啊。我就跟我学生讲，全世界没有哪一个人讲的是绝对的对。林肯不是讲吗？他讲吗？你也许可以骗多数人一段时间，你也许可以骗少数人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你不能骗所有人所有时间。我就翻得不好了，反正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啦，意思就是说，有些电影其实是在改变也许他不是诚心在骗你，但是事实上很多道理、很多事情因人的理解、因时间的改变而有不同的解释，甚至以前是白的，后来会变黑的；以前是是，后来就变黑，或者你看是白，我看是黑，或者他看是灰，不一定。所以我只是提这个比喻，就是说，各位如果哪里有疑问或者不同的见解欢迎提出来顶多引来一阵子尖叫。没有啦，不会啦。那第二个是每一本书都有它的读者，意思就是说，你们在选购或者在发展你的馆藏的时候，也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其实每本书他的读者，他一定会有他的读者，对不对？那他的读者也许不是现在马上，或者下个月，或者今年就会出现。也许这本书在你买进来之后，5年内都没有人借，可是也许第6年有人借。这很难讲的，你永远不知道哪一本书会被在什么时间会被谁借走，或被借几次。但是你要相信，那本书一定有他的读者。所以你不能说这本书可能没有人念就像第一点一样。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我也听过，就是你买进来的书，你要大致上能够有一个把握，就说这本书一定会被利用，一定有它特定的读者，一定有它的
被需求的对象，一定有。所以呢，因此你有这个把握下，你去做你的选书的政策、选书的规范。比如说，因为你经费就这么有限，你就30万，可是你不可能买时下所有今年全部出版的书，不可能。那你就要做一些筛选，做一些筛选，你可能要从说这本书应该，比如说我做过问卷，或者我透过借购的程序去找说，哪一类书是我这个馆里面的读者经常高频率会借用的，会使用的。这是2种说法。那跟下面第3种也是有相互的关系，就是说每一个读者都应该有属于他可以借的书。就说你这图书馆，除非很特殊的啦那种专门图书馆，否则呢，进来的读者基本上他会发现，有他要的书，也许不是刚好就是他完整100%那本，但至少有相似的或者同性质、同一类书可以让他去利用。所以等于是你要兼顾不同读者的需求。这是图书馆要发展的第3个定律，它的规律。那你说老师为什么这边用 he 不用 her？ 这个没什么好争的啦，不是男女不公平，这只是代表那个读者的书。好，第4个要节省读者的时间。这一点要做到，也是要从不同的方面。你如果分类分得很好，你的使用的自动化系统也很 friendly， 就是很好用，然后你本身的书架的规划动线排列都很好，都很整齐，你的资料库也很齐全。假设了做到这种理想的境界，那么读者可以在最快的时间找到他要的资料，这就是第4点所强调的。我刚才讲那些只是其中一部分。这是他们的时间成本。那我们在未来的行销里面还会提到类似的，就是说不仅是时间的成本，还有它的经济上的成本、精神上的成本，都要为他着想。你要为读者着想，这才是你行销的正确方向。最后一个最常被人家提出来的就是最后这一句：图书馆是一个成长的组织或者成长的有机体。那它是有生命的，而且它是 growing， 它是不断成长的。换句话说，你不能说我这图书馆好，现在书已经买了10万册，人员也聘了10个人，然后呢，好，我们就这样维持10年不动然后10年后再说，或者5年后再说，这不行的。你要每一天都在动，那不仅是每一天有新的馆藏增加，有新的服务出现，有新的读者进来，还有每一天你就是经常不要讲每一天经常你都要去思索怎么样去提升、改变或者发展你图书馆的资源，然后让读者得到更多的服务。这个是朝这方面去解释。所以图书馆绝对不是一个死板板或者不动的组织。好，这5个解释你可以听听其他老师的说法或者你有意见可以再提出来。那不过这个已经是好像不了几十年前了，说不定有超过100年了，至少有几十年前的。以现在观点来讲，当然还是很受用，但是可能还要再补充一些进去，还要补充，因为电子化的时代。第2个就是最后我为这个图书馆5律做一个结论。
就是你要做到这些哈，当然是理想，但是因为不能因为它是理想啊，你就把它放到一边哈，都不去理解，所以等于是你要把它当成一个理想去追寻，然后去提醒自己啊，鞭策自己的图书馆啊，要朝这方面去经营。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面都是讲 reader 啊，至少3个句子讲 reader， 所以读者至上。你图书馆是一个服务组织，所以读者至上，顾客至上的意思。没有，我修养很好。然后你如果真的那个有急事哈，可以就是自己哈，悄悄的走出去接电话没关系。啊，如果要上洗手间，也可以自己出去，不需要举手哈。比如说啊，老师我要上洗手间，不需用看，这边不必那么严谨。好，但是为了避免干扰其他同学哈，所以你改成震动式哈，震动式的铃声哈，我会更感激。搞到我刚讲到哪里？我讲到下课吗？读者至上，读者至上。但是我要把这讲完，还有一个段落嘛，现在变成说那个结论里面还有一点忘记了。读者至上。哦，对，因为这边讲到 reader， 所以这边顺便就提，它是服务性组织，所以读者至上。最后一个哈，要提到就是针对这个5律哈，要提到就是行销啊很重要，图书馆行销很重要，不是因为我上这门课，而是你这5律每一律你都可以用行销啊，你先不要管说什么叫图书馆行销，你就以行销啊，就你所理解的行销的观念来看这5条戒律啊，5条他们的内容，你可以知道图书馆行销是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根据这5条去思考行销，你就发现了一点，哦，原来图书馆要从这些方面不断的去满足读者，不断的去成长，不断的去成为所有读者最大的需求来源，不管是书还是什么。这边其实 book 其实也是讲其他种类的资料啊，就像全体馆藏啊，要怎么做？你下一个想法就是说，好，很重要，我认为很重要，没错。可是要怎么做？比如说要怎么样让每一本书都能发现它的读者，或每一个读者都能够发现他所需要的书，或者怎么样节省读者时间，或者怎么样让图书馆不断的成长，这些每一项都跟图书馆行销有关。啊，至于要怎么走啊，就是我们未来几周、未来若干上课所要提到的内容。好，这节先到这边为止啊，我们20分钟后，大约11点啊，11点以前请先就座，谢谢。他说：“你写的东西不能只贡献给台湾，因为我写的是台湾的图书馆，大专院校图书馆的题目。他说你写的东西不能只贡献给台湾。我说这什么意思？我说我来自台湾，我也要回台湾。我来这边只是念书，我只是完成这一件作品，我就要回去。然后我贡献给我的祖国、我的国家，或者我的地区，有什么不对吗？你们国家这边有没有谁可以帮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在多年前国1的时候，我就这样思考，然后他也没有跟我多说，他也没有费尽9牛2鸡帮我解释，反正他就说你自己去领悟吧。我说我贡献给我的家乡，我有什么不对吗？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
你一定要把你的作品贡献给法国、美国、澳洲、斐济。他还跟我讲斐济，我说斐济是什么地方？反正呢，他言下之意就是你这个东西是要贡献给人类知识，要有那种普世的那种价值，不能只是区域 regional 或者 local 的一个局限在那个地区而已。所以，如果你们将来是念教育学博士，就所谓的 EDD education， 那跟 PhD 就不一样。如果是 EDD， 它大概不会以这样子我刚刚讲的那种言语来批判。为什么？因为 EDD 教育学它是强调实务，你贡献给你只用台湾做一个调查场景，甚至于不必到台湾这么大的一个国土，你可能只贡献给你这个高雄市，甚至于你自己的那个学校，说不定都可以过。为什么？因为教育学它是很实务性的学科。然后我今天就是针对这个 group、这个场景或者这个对象或这个团体来做深入的调查研究，然后得到的结果就可以。可是 PhD 它通常不让你过。当然有人喝拍文的哈，有人运气好就过了，我这个很难讲。美国有4000多所大学啊，也不可能每一所都要求到那么整齐。那我现在为什么讲到这个？就是说你要有原创性，要有知识性，就是要有创新，要有你个人的独特贡献。然后这个贡献可以填补人类目前在这个领域上的知识漏洞。你要去发现那个漏洞，然后这个漏洞又是你很有兴趣去填补的一个主题，然后你这个主题又在你念博士班有限的7年8年之内能够写出来是可行性的，好，那他才会准你开始去做研究，否则他在论文计划审查这一关就把你挡下来了，像我就被挡下来了。好，以前我听说台大三民主义研究所好几年前回来一个新的所长，然后那一班博士班的学生提的计划全部被打回票，被打回票至少你还要delay1年，你不能回去1个礼拜后再提出来啊，不可能。你如果是天才的话，早就第一次就过关了，所以是最快还要再回去，再去重新再来，还要1年才能再提。所以就是这个道理。他认为说你这个，只要我刚刚讲那几个要件，只要有的不符合，比如说你这个题目很好，可是你穷一辈子之力也做不出来，啊，如果是这样，他也不会让你过。啊，或者你这题目很好，可是要花100亿台币才可以完成，他也不会让你做。啊，最常被打回票的原因就是我刚刚讲的，他觉得你这题目没有原创性，对人类知识没有那种那种显著的贡献。他就对我另外一个同学，我是班同学说：“你这个题目很好，他听得很高兴。不过呢，去写一本书很好，但是不能作为博士论文。你懂他的意思吗？就你这个题目，比如说图书馆在于网络上的角色是什么？好，可以啊。他说你去写一本书，还可以卖一点钱，它是出版品，但是不能作为一个研究的题材。”像这样子就往往就会被打回票。也就是说，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花10年之力，你这个题目充其量也只是在收集丰富完整的资讯，可是没有达到知识的程度，没有达到知识的程度，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面就被人家瞧不起，或者就是被打回票，就拿不到学位，或者升不了等等等。好，这是附带一提的。最后，知识怎么样迁回到资料？就说当你比如说做完这个研究，比如说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或者很多科学家或者很多实验学家，他们做出来的实验结果写成报告，留下了记录。不管你是用白纸黑字留下来的，还是用电脑档案存下来的，还是用录影机录下来的，还是一幅油画是用画下来的，总之啊，
有留下记录，这一份记录、这一份资料或者这一份作品，它的身份就转回成为人类共同使用的资料。那至于哪一天被人家需求，它又是变成一个资讯，然后那个得到资讯的人又去创造更新的知识，那又是一件这样子轮回良性的循环。好，这就是所谓知识跟资料的关联。好，这个图，这是我刚刚以上20分钟的解释。图书馆界，或者图书资讯界，在这张图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这个要讲可以讲很久。你想想，图书馆在于我这张图里面扮演的角色在哪里？资讯，对，好，我想你们基本上都有相当的概念，就是把资料变成资讯，就是这个箭头，这个箭头这一段，从以前到现在，主要还是在这边，就是把买进来的书或者进来的资料，不管是 copy 的资料还是什么微缩影片、CD 等等，把这些资料把它整理，经过分类、编目、上架、保存、整理，然后当读者一旦来利用的时候，让他很快找到，或者协助他找到，这就是你图书馆馆员的主要职责。好，主要是这一段。但是你说老师，那这一段呢？就是接下来这一段资讯到知识这一段，我跟各位讲，这就是我们现在还有未来要扮演的角色，要加强，要提升。这样子在讲知识管理嘛？图书馆如果在知识管理的时代扮演更积极、更新的角色，主要是讲这一段，资讯到知识。当然，传统这一段还是要做了哈，还是要做。可是呢，不能只做这一段，而要做下面这一段。可是这段很难，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你就算这所图书馆，像哈佛大学图书馆，很久以前了哈，不是现在。哈佛大学里面的藏书应该超过2000万册或者件，等于全台湾所有图书馆藏书的总和，那是若干年前。但是还好，我们台湾的图书馆不管是哪一种类型图书馆，在最近10-20年有一种跳跃式的成长，所以现在已经不错了。所以刚刚那个比喻只是很多年前，大概20年前吧。即使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馆藏，很丰富、很新，它里面有各种学科领域的人才、馆员，它也不敢保证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中心。为什么？因为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要件里面，它能不能帮助读者不但满足他资讯需求，而且让读者能够进一步创造新的知识，这个很重要。这件事情，图书馆员只能做到一个程度，但是光要做到这个程度，你就要投入非常多的资源、人力、财力、物力。像我们目前国内的图书馆还很难做到说，图书馆里面有各种学科的馆员。不要说公共图书馆，连大学图书馆或者中央研究院的图书馆，恐怕做到的程度也不高。什么叫各种？比如说，我是医学大学，我们馆里面或者哪一个医学大学馆里面，有没有哪一个馆员他是医学系毕业的？你可以想象，医学系毕业怎么可能来当一个图书馆馆员？他当然是去当医生啊，他怎么可能来当馆员？或者法律系毕业的，他当然是考律师啊。
他怎么可能来当管员？不过法律系倒是还有可能，就是说有些法律系毕业的人，他不见得要去当律师，因为我有一个学弟，还有一个学妹，以前在台大的时候，他们就是法律系毕业，所以法律系还有可能，像医学系，还有很多科系不太可能。好，那我把它放宽，好，不要一个以系来做单位，我们一个学院或者一个学群，有没有生物科学方面的，好来当管员都很少，理工背景的来当管员的也很少，多半它都还是人文社会方面的，而且多半都是图书资讯学系，所以它是有单一学科背景的在做管员。在美国，要念图书科学系，一定要先有另外一个学科背景，就像医学系一样，大学你一定要念另外一个学科背景，不管哪个学科背景，人文、社会、自然、工程都可以。然后到研究所阶段，你才可以来念图书资讯学研究所，或者念医学院当医生。这个是有用意的，有目的的，所以他希望你至少有2个学科背景。你才能够有更好的服务品质。所以呢，当这个管员本身的知识性、学科背景都不是那么丰富，不是那么多面向、全方位，你怎么有可能很深入的去协助您各种各样的读者？到目前为止，充其量就是说，他要找什么资讯，你帮他检索。他哪里不懂，你指引他说在哪里去找得到，或者你帮他服务说，这个馆没有，馆际合作把它 copy 过来给你，这是一种文献传递的角色居多，而不是辅助产生新知识的角色，不是那种知识的辅助者。但是呢，图书馆未来还是要走向这一步，因为这个时代在演进。昨天我在那个东华大学开会，那个全国大学图书馆馆长会议，然后听到一个讲者，他说图书馆未来的角色，应该说现在开始的角色，第一个他当然要集存知识，就是要收集存下来资料啦，不是知识，收集存下来这些资料。第二个，他当然是要提供这些资料给读者利用，这2个是传统的角色，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一段。第3个跟第4个就是后面讲这一段。第3个，他说，管员要有能力去把这个资料加值，我们说那个加减乘除的加，价值的值，加值。value added， 要有能力把资料做加值的处理。比如说这份资料本来只有供某一群人用，但是经过你把这一份资料跟另外一份资料合起来之后，这份资料可以用的人更多了，而且更有意义了。管员要有这个能力去把资料做加值的工作，这是第3。第4。就是如何让图书馆在知识管理的过程中，也扮演重要的一环。因为知识管理绝对不是只有图书馆或者学校或者某一个单位、某一个企业在做，它其实是整个社会或者整个人类世界的一种流通。那图书馆在中间只是其中的一环。那如何扮演好这一环，在知识管理的过程中，如何也有参与一脚就对了。所以前面2者跟后面2者，刚好跟我现在秀给各位看的这张图不谋而合。我这张图是老早就制作好了不是昨天听他讲才制作的。不过他昨天讲的我是很有同感，就刚好用来解释我这张图。那你说老师，那图书馆行销我们这门课行销跟这张图又有什么关联？
这个可能现在没办法5分钟解，要等你经过我未来几周上课，或者你们现在已经有人里面比较有行销观念的人，可以开始去思考。那我这个问题先留给你们，然后等你们上完这几次课，你们再回来思考，我觉得你们会想到新的意义。好，我讲义的第2页这张表我是不打算仔细讲，因为你们也可以看得懂。经过我刚刚的前提解说之后，你们应该是可以看得懂。不过我是劝你们在看的过程中，如果不懂的地方可以公开来跟我提出疑问或者你不满意的地方、你质疑的地方、你不认同的地方我都很 open。你可以在上课，最好在上课讲，因为上课讲我可以公开回答让其他的同仁那个老师也可以听到。那这张表就是回应刚才那张图。比如说我分 A、B、C 3个阶段，那它的重点的任务是什么？那我的举例是什么？好，有没有人现在当场就看不懂？你们这本是今天才拿到吗？昨天拿到。好，没关系，那个请各位老师休息时间或者下课再继续看。好，其实这个刚刚我讲这个主题，其实可以讲的很多很复杂啦，但是因为毕竟我们这门课还是讲行销，所以我还是要留很多时间在讲行销这一部分。好，接下来请各位老师看第3页第2单元 Unit 2。好，什么叫图书馆？各位觉得说，也许有人在座已经服务了20年、15年，所以对这个机构了解的不能再了解，了解到不行了。可是我还是要简单跟各位带过，因为我想你们里面也许有人其实不是在图书馆服务所以我还是要统一解释一下，你们不妨听听。图书馆是什么机构？简单来讲这个不算定义了但是就是一个意义的说明。解释图书馆可以用这么简单的说明，它是一个负责将资料做以下处理的机构。第一个就是收集资料，第2个整理资料，第3个典藏或者保存资料，第4个就是提供资料的利用。从这个地方你可以发现图书馆有4大任务。好，第1个当然就是要收集，第2个整理，第3个保存或者典藏。我们比较习惯用典藏这个用语了其实就是保存的意思。最后一个就是要让读者来利用。那我们行销主要的重点，你一定会说最下面这个，对不对？你一定会说行销就是要促进利用，促进图书馆的资源更充分的被利用。对，没错。但是我要提醒，不是只有在这里，前面3个阶段，前面3大任务也都有行销的内涵在里面。你不能只看最后一个，因为最后一个是表象，是最后阶段的成果。如果你前面3项做得不好，就好像有一句话说什么“弱国无外交”。你这国家如果国势很弱，自己人民也不争气，政府也不行，假设是这样，你就算对外做很多公关，人家也瞧不起你。图书馆也是一样，
你如果前面收集、整理、典藏都做得乱七八糟，你就算后面再怎么宣传，大家来用哦，书香社会，大家来办活动来促进使用，可是读者顶多来一次啊，他觉得啊，这资料又破又旧又不好找，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大概以后不会再来，所以你的行销到最后还是失败，你只是在推销。我这样会解释，行销跟推销有什么不同？好，所以各位可以理解，图书馆这4大任务是一样重要。刚刚5分钟前才讲的那张图，其实跟这个都有密切的相关。我相信各位老师可以自己都可以理解，不用再讲的太细，比较耗时间。好，图书馆的组成要素，左边跟右边是2种不同的观点。左边是比较传统的观点，图书馆当然要有馆藏所谓馆藏就是指那些资料我们的术语叫馆藏，就是指那些不管是期刊、杂志、图书、录音带、录影带、地球仪模型反正呢，所有里面收藏的资料，各种形态的资料。全部都叫馆藏。那你说馆员的知识算不算馆藏？这个目前还没有这样界定在你脑袋里的东西还没有界定，但是至少摸得到、看得到、可以使用得到的，不只是那些可以外借的全部都叫馆藏。馆舍当然图书馆要有一个建筑物这叫馆舍。虽然现在已经走向电子化，也有一些学者说以后图书馆会变成一个无墙的图书馆，或者无纸的图书馆，或者叫做虚拟图书馆。不过我觉得那个只是一部分而已。即使在未来很多年后，图书馆还是有这个建筑物在。所以还是会有馆舍，至少学校的图书馆一定会有，不可能完全在网络上这样流来流去而已。因为图书馆不是只有在传递资讯而已，图书馆还有其他的功能。我讲的不只是公共图书馆那种看报纸、看杂志的地方而已，即使在大学这种学术殿堂，还是有相当多的读者有需要的人走到这图书馆里面，翻翻书，翻翻期刊，不是杂志杂志的报纸姑且也不问，就是翻翻那些创业性的期刊，还是有需要。有时候你的灵感就会从那边来，就从你这样翻翻这个动作里面，你的研究灵感，或者你一直在思索某一个问题无法解答，可是就在你这样子浏览书刊的过程里面，说不定就飘进来了。看到一个有一个学者，一个很有名的国外的学者，他说这个学校的餐厅的那个桌巾布应该是要换做那个白色素面的做的白色的，而且是可以写上去的。这什么意思？因为他说学校餐厅里面经常就有那些学者、老师、教授甚至研究生在那用餐，就是在用餐的那一刻，突然一个极光片影，就是那个灵光一闪就进来了，然后一闪进来，赶快要写下来一时又没带纸，怎么办？你没有带 notebook， 就是写在那个桌巾布上面，说不定那就是人的一个宝贵知识的起源。有道理他讲的这个道理并不夸张。尤其是在学术殿堂，我相信你们也是只要知识分子，你经常就会有时候奇怪，就是即使在看电视或者在洗澡、在吃饭，突然 idea 就进来了。如果那时候你没有赶快写下来，可能5分钟后或者隔天睡一觉起来又忘了。我不是说大家年纪大了，但是呢，这个经常发生的，至少我是经常发生的。所以经常要带一支笔或带一个小纸本，
翻一张纸也好，有什么赶快写下来，说不定这个有些是可以申请专利的，也不一定。有时候在那个上洗手间的时候，在的时候，也就想到什么，赶快写下来，因为否则可能人类一个伟大的发明，或者一个重要的专利，一笔财富就从你眼前飘过去，然后一辈子就想不起来了，很可惜。所以呢，管摄是有必要的。当然了，现在因为那个期刊越来越贵，书也越来越贵，然后空间越来越不够，所以这个的确是个问题的。管员当然也要再怎么样也要有专业性的管员在里面服务。技术是指什么技术？就是管员的各种技术，包括传统的图书馆的分类编目、采访、剪辑等等，还有什么？还有服务读者，包括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对谈、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跟技术，还有包括现在的 IT 资料库，还有资讯检索的技术，这些凡此种种，全部都叫技术。很难说有几样了但至少我刚刚念的就可能10几样跑不掉。设备当然更要有不仅是书架包括一些资讯化的设备，甚至于沙发，要选什么样的沙发，这些都很考究。你不要想说只要有得坐就可以了，坐起来又不舒服，也会影响读者的思考。然后那个灯光色泽，还有你的书库的动线，乱七八糟，或者你个人很主观说那排整齐就好了。问题是读者他不是这样找资料的，所以动线很混乱，造成他找资料可能10个读者里面有5个就打退堂鼓了算了，没有这份资料就算了。所以你间接也危害到人类知识的产生。最后一个当然要有读者，如果图书馆没有读者那就不叫图书馆。这个是传统上的分类也不是我发明的，这是我收集的这是一般公认的。就是一个观点是现代的观点，就是资讯人员、资讯设备跟资讯需求，基本上跟刚刚传统的是可以互相对照的。资讯是什么就是我解释过了，人员这边管员，设备，那技术其实就是包含在人员里面，资讯需求就是指读者，所以这只是说辞不同的其实有一点换汤不换药。好，这是图书馆组成的要素。那这边呢，花点小小时间来解释一个很有名的印度的学者叫朗冈纳桑。这个人他在很多年前提出来的一个金科玉律，图书馆有5个法则，就是一定要遵循去做到的。就是他用英文写的这5句，各位都可以看得懂。每个单词都很简单。你说老师很奇怪，像第2句没有主词没有动词 ，Every book is written， 对不对？没有动词，不合文法，它是不是英文很差？不是其实不是，因为这地方怎么样？就好像那个报纸的标题一样报纸的标题有时候也是没有动词它这等于是一个标题它不是一句话它只是把那个重点 keyword 写出来让你印象深刻而且比较好记。什么叫做第一条书是为人使用的其实我尽量不要用中文还是英文的原因你会比较直接清楚。为什么要写这个？你说不是废话吗？书版就是要用的不然出版这本书做什么？其实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你图书馆收集的书，你不要嫌他说这本书可能没用，
也就是说，你要尽可能收集所有的书，尽可能哈，当然做不到。即使哈佛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也做不到。光人类每一天，全世界人类每一天出版的书，在好几年前我就看到一个数字是2万多，每一天出版2万多本书，全世界现在可能更增加了，不一定。那你就算再有钱的图书馆，你也买不了这么多，何况那只是书哦，还不包括其他的资料。那个法国巴黎有一所新的图书馆叫做密特朗图书馆，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过，我也还没去过。可是如果观光行程可能不会排这个哈，没有观光团会带你去看图书馆。但是如果你自助旅行的话，你对图书馆有兴趣的话，你不妨去参观。据说它那个是4大建筑物，每一大建筑物都是 L 型，像一本翻开的书一样，然后有4座这样子的大型建筑物。大概是目前全世界排名前几名的大型图书馆，而且又新。我上次看那个报纸报道说，即使这么大，而且是法国很重视的，他们那时候的总统叫密特朗，他自称他多年的政绩里面排名第一，他最引以为傲的政绩就是盖这所图书馆。他已经去世了，以他的名字来命名。那即使这所图书馆规模这么庞大，他都没办法收集全世界所有的报纸。光讲报纸这一项，每天报纸，他说他每天收集的报纸，全世界各国主要的报纸收集起来，就不晓得排多少公尺我有点忘记了，200多公尺。就是一份报纸这样排在地上的话，可以排200多公尺，很多份就对了。每一天的量就排这么远。可能我们的中国时报跟联合报可能也被收集到，即使他都没办法把全世界所有报纸收集，那何况是书，书就更不用讲。那因此呢，我们在收集上实在是没办法做到，但是你还是要尽可能去收集，你不要先入为主或者很主观判断说，这个读者借购这一本书可能是好玩的吧，或者说那个谁叫我那个馆长叫我买这本书，或者我们书商推荐我们买这 JPG， 我觉得这本好像没什么用。其实每一本书都是有用的，然后天生我材必有用。你是看过报纸报道说，去年还是前年，美国有一个作家，他出版一本书，那本书很特别，那本书打开来没有一个字。无字天书，可是它卖的还挺贵的，好像最好多少钱，10几块美金换算台币好像也要300多还是500多，反正要钱的嘞，而且不是普通那种笔记本的那种价钱，它里面没有一个字。然后那个记者访问说：“你为什么要出这本书？”他好像因为年纪大了有点忘记，他好像是说，他就是要让人类就是读者反省说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回到原点，都是最单纯，还是最原始就是这一面单纯的空白。所以你夫妻之间的吵架，朋友之间的争执，其实很无谓的，到最后还是回归到这里。它有一个启示性就对了。那本书在书店要卖20几块美金呢，我不晓得卖几本出去了。它也是一本书，有 ISBN， 有出版的编号。好，这是我关于第一点的理解哈。如果你有不同的解释哈，欢迎提出来。好，我讲的不一定对。好，我就跟我学生讲，全世界没有哪一个人讲的是绝对的对。林肯不是讲吗？他讲吗？你也许可以骗多数人一段时间，你也许可以骗少数人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你不能骗所有人所有时间，我就翻得不好了，反正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啦，意思就是说，有些店你其实在改变也许他不是诚心在骗你，但是事实上很多道理、很多事情，因人的理解、因时间的改变而有不同的解释。
甚至以前是白的，后来会变黑的；以前是是，后来就变非。或者你看是白，我看是黑，或者他看是灰，不一定。所以我只是提这个比喻，就是说，各位如果哪里有疑问或者不同见解，欢迎提出来，顶多隐含一阵子现象。没有啦，不会啦。那第二个是每一本书都有它的读者，意思就是说，你们在选购或者在发展你的馆藏的时候，也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其实每一本书它的读者，他一定会有他的读者，对不对？那他的读者也许不是现在马上，或者下个月，或者今年就会出现。也许这本书在你买进来之后，5年内都没有人借，可是也许第6年有人借。这很难讲的，你永远不知道哪一本书会被在什么时间会被借走，或被借几次。但是你要相信，那本书一定有他的读者。所以你不能说这本书可能没有人念，就像第一点一样。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我也听过，就是你买进来的书，你要大致上能够有一个把握，就是说这本书一定会被利用，一定有它特定的读者，一定有它的被需求的对象。一定有，所以呢，因此你有这个把握下，你去做你的选书的政策、选书的规范。比如说，因为你经费就这么有限，你就30万，可是你不可能买时下所有今年全部出版的书，不可能。那你就要做一些筛选，做一些筛选，你可能要从说这本书应该比如说我做过问卷，或者我透过借购的程序。去找说，哪一类书是我这个馆里面的读者经常高频率会借用的，会使用的。这是2种说法。那跟下面第3种也是有相互的关系，就是说每一个读者都应该有他属于他可以借的书。就说你这图书馆，除非很特殊的啦那种专门图书馆，否则呢？进来的读者基本上他会发现，有他要的书，也许不是刚好就是他完完整整100%那本，但至少有相似的或者同性质、同一类的书可以让他去利用。所以等于是你要兼顾读者的不同读者的需求，这是图书馆要发展的第3个定律。它的规律。那你说老师为什么这边用 he 不用 her 这个没什么好争的啦，不是男女不公平，这只是代表那个读者的书。好，第4个要节省读者的时间，这一点要做到。也是要从不同的方面。你如果分类分得很好，你的使用的自动化系统也很 friendly， 就是很好用。然后你本身的书架的规划动线排列都很好，都很整齐。你的资料库也很齐全。假设做到这种理想的境界，那么读者可以在最快的时间找到他要的资料，这就是第4点所强调的。我刚才讲那些只是其中一部分。好，这是他们的时间成本。那我们在未来的行销里面还会提到类似的，就是说不仅是时间的成本，还有它的经济上的成本。精神上的成本都要为他着想，你要为读者着想，
这才是一个行销的正确方向。最后一个最常被人家提出来的就是最后这一句：图书馆是一个成长的组织或者成长的有机体，有机体，它是有生命的，而且它是 growing， 它是不断成长的。换句话说，你不能说我这图书馆好，现在书已经买了10万册，人员也聘了10个人，然后呢，好，我们就这样维持10年不动，然后10年后再说，或者5年后再说，这不行的。你要每一天都在动，那不仅是每一天有新的馆藏增加，有新的服务出现，有新的读者进来，还有每一天你就是经常好，不要讲每一天，经常你都要去思索怎么样去提升、改变或者发展你图书馆的资源，然后让读者得到更多的服务。这个是朝这方面去解释，所以图书馆绝对不是一个死板板或者不动的组织。好，这5个解释你可以听听其他老师的说法或者你有意见可以再提出来。那不过这个已经是好像不晓得几十年前了，说不定有超过100年了，至少有几十年前的。以现在观点来讲，当然还是很受用，但是可能还要再补充一些进去，还要补充，因为电子化的时代。第二个就是最后我为这个图书馆务力做一个结论，就是你要做到这些当然是理想，但是不能因为它是理想你就把它放到一边都不去理解，所以等于是